上帝，感谢兄弟姊妹，阿们。
各位兄姐平安。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一主日，请咱备办心，迎接耶稣的降生，请走啊！所有找你的做避难所的，求你互因欢喜，互因欢喜出声无停，因为你庇佑因。愿遐个以爱你的名的人，拢因为你欢喜快乐。上主啊，你要赐福互义人，你要用恩惠，亲像盾牌，四面为因。咱做伙来唱俄勒的圣诗，圣诗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欢喜喜乐互我，敬我卑微小看的人，互我甲因近我。咱来唱全首，大家请起立。
较济，就是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愿感谢你，你的大权能引带阮平平安安，一日过一日。阮也要为着公园教会来献上阮的感谢。对9月底到现在，有足侪工程咧进行，你的保守，互阮会当伫今仔日分做2场礼拜，无论是华语礼拜，也是台语礼拜，拢会当伫八楼来敬拜你。慈悲的主，阮知，若毋是你的帮衬，现今的世界、政治的局势、气候的变迁，以及社会中逐款的代志，拢会互阮的心失去平安甲喜乐。今仔日，阮伫圣殿聚集，求你降纳阮对你的讹乐甲敬拜。阮即时也要为着香港火烧厝的灾情来恳求你，求你亲身安慰遐失去亲人的香港人，安慰因的心，袂伤艰苦，互因犹原会当得到勇气，甲应该得到的帮衬，继续因头前的路。若是有损失的，求主嘛，互因拢无欠亏。阮也恳求上帝，甲保秀节的遗族同在。阮知你的恩典已经接保秀节去迄上水上好的所在，甲主永远伫地。总是伊的家属、伊的亲友，拢需要你的安慰，求你甲阮伫地。听阮的悲上帝，阮的需要你拢知。求你，互阮会当学习，搁较济倚靠你。嘛，搁较济互相相听，安尼恳求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即是咱来启应，启应文第58篇，嘛是罗马书第8章。启应文我来启，大家来应。关系遮的代志，咱要安怎讲？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伊已经死，佮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迫害，是妖歌。照圣经所记载，阮互人看做特别刣的羊。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咱即时来读圣经，记载伫提摩太后书1章12节。提摩太后书1章12节安尼讲，所以我才得受苦，总是我无感觉见效，因为我捌我所信的上帝，嘛深信伊会保守伊所交托我的，直到迄个日。敢若一节尔，咱做伙来读一遍，预备来。所以我才得受苦，总是我无感觉见效，因为我捌我所信的上帝，嘛深信伊会保守伊所交托我的，直到迄个日。赞美
今仔日圣歌队所要带来的诗歌是《至好的朋友》。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真正咱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讨。今仔日是大感节4个礼拜的头一个主日，代表愿望的蜡烛，也就是先知的蜡烛已经点倒，所以今仔日圣歌就要用这首《至好的朋友》来引带咱进入大感节的节期。请咱大家就是用信心、用愿望来听候咱的至好的朋友主耶稣的降生。伊要带咱行人生的路，无论经过旷野山坡，也是平坦大路，咱拢要跟对伊的脚步。
煞接是讲堂的时间，咱就邀请到苏元良长老今日就来分享存在的勇气。三角的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你大阳光的照顾下骹，伫你的带领下骹，阮的教会经过一冬28冬前，阮伫遮有建堂。今仔日，阮阁看到即个建教堂教会伫遮有新的改变，有你的恩典伫中间。主啊，阮每一个人伫即个新的环境，主会有新的心情，有新的领受。主，今仔日早起的聚会，甲阮伫地，你的灵运行伫阮的中间。阮来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28冬前咱搬这个新的建筑吼，迄阵感觉真满意吼，真好，音响真好，逐项拢真好。因为迄进前是一个一半大的3楼的聚会所在小吼。今仔日咱教会同工的设计。规划，阁有一个较新的即个发展，新的开始吼。感觉真无共，感觉真欢喜吼。来到新的圣殿的感觉，我望大家共款有即个欢喜的心情吼。新的环境，他拄啊伫华古礼拜牧师讲，可能还阁有新的设备安排未足好势请大家慢慢来改变，慢慢来建议吼。我今仔日也拄啊，迄个白内障手术第一届无挂目镜吼。共款新的教会，新的设备。新的做法拢袂惯势哦，我嘛袂惯势。60几档挂目镜吼，即摆大家要困拢手气要目镜拔起来，还是讲要洗面要摕目镜，还是要吐目镜，拢迄个动作啦不时会出现吼。所以新的环境，咱拢要有新的适应、新的期待、新的做法。望咱大家伫即个新的即个教会诶设备好的音响有新的决心。而且有新的决心，伫遮将福音传播伫即个所在吼。咱感谢主，互咱有即个恩典。今仔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存在勇气。拄李真姐讲，即个题目听着足伤感吼，所以今仔选即条较哀伤的一个诗歌来遮对。但是今仔日圣经就安尼讲，提摩太后书第1章12节讲，我用即个和合本来讲，为即个缘故。就是因为安尼关系吼，我受这人的苦楚，不过我无感觉见笑，我不以为耻哈，因为我知所信的是自罪，也深信伊会当保全我所交托伊的，直到迄日。这段的经文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勉励。提摩太伊伫牧会过程有着一寡的困难，咱按伊的背景来讲起，提摩太伊本身伊的老母是犹太查某，伊的阿嬷，我有祖母嘛是犹太查某。那根据犹太的律例，犹太的查囡仔生的囝，就一定是犹太籍、犹太人。查甫的娶唔是犹太人生的囝，就无一定是犹太人。不过呢，有一个其他的规定嚟讲，这个生的囝呢，甲伊的环境在伫迄犹太人的环境中大，所以虽然伊的老母是犹太查某囡仔。但是因伫希腊大汉，所以严格来讲，这个提摩太并唔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对迄个时代来讲是外邦人。不过因就细汉的伊老母甲伊阿嬷，互伊有真好的信仰，所以伫教会环境长大了，伊保罗来到这希腊的世界的时，伫遐选拔伊做早期教会的一个团队者。但是伫遐伊有着真侪困难，因为基本上伊是个外邦人，所以伫遐伊无会拄着困难。伫遐有灰心圣经内面有讲保罗车配互伊讲，你要再搁一届，甲你火倒起来，再一次表示讲伊有真正安尼灰心落吼。搁加上伊的身体无好，所以伊感觉真灰心真失志吼。伊的腹肚无好，胃无好，所以保罗伫这真罕见的所在，圣经内面讲，你毋通干那顾啉水，爱啉一淡薄仔酒吼。所以这圣经内面有通，这圣经还这样来讲，叫提摩太酒，提摩太酒吼，其实淡薄仔酒吼。我提醒咱中间，我共款过去爱啉酒哦，会其实一点仔酒吼，
一点仔酒哈，这是天无带酒哈。啊，所以伫迄个所在，伊伫遐受着苦难，这个苦难艰苦，伊敢屈出，甚至信心倒退上，保罗而且写这张批，要来甲鼓励。天无带1章，何书1章12节，我感觉是真有意思、真丰富的一个圣经在。伊描述虽然这圣经在，伊描述出人活的甲信仰中、甲信仰的关联的关系吼。伊讲为这个缘故，因为这个原因，什么原因？因为人就是一个有限的，人就是有罪的，人就是有死。所以我讲人是三有的存在吼，存在三有的存在，三有的有限、有罪、有死，是这款三款。所以咱伫人伫有限甲有罪中间互动的结果，就产生足侪的苦难。人生的苦难就是咱有限产生的，人生的苦难就是咱的罪带来。到最后，佫有死这个问题，伫威胁咱的人生的日子吼。人生有苦难，这是一个事实。咱教会内面、圣经内面有讲到苦难，伫约伯记足侪写真侪约伯的苦难，记载伊面对迄个苦难的来源、的过程，伊甲尾后伫苦难中的认捌。但是佛教伫即个世界宗教里面是对苦难上帝有深入的研究甲分类啊。我相信我伫遮也捌分享过，讲伊有足侪迄个看法，中间一个8苦、8项苦难啊，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大家拢知。第二就讲万分的代志拢会发生 ，Murphy's Law 哦，也是讲你无爱看到人，迄款厝边你足歹甲伊徛做伙，啊偏偏伊伫遐甲你徛隔壁厝边安尼，啊你足爱咪摕袂着，你爱的人呢，你想要逐日甲伊做伙呢，偏偏伊伫住伫美国，无伫咧，无伫咧身边啊。你上爱得到的物呢？你想讲看会当即届升迁的时候，升做总经理袂？你升袂着啊？还是讲你想讲看会当迄个得到较济财富无？你得袂着？你求煞得袂着？所以有7项。第5项伊佫甲总挂起来讲五蕴制胜啊，意志、人的看法、人的知觉互相交织在一起，产生所有其他的苦难。你感觉讲的苦难拢有。所以，对这人生的苦难有真清楚的一个交代。但是，趣味甲别差别，甲咱所信保罗所教示的物无共所在讲。你有着这个人生的苦难，你要怎去脱离这个苦难？佛教的经文非常的多，看袂了足侪本吼。敢若玄奘去印度摕600几本回来，其他写的足侪。但是，若要有简单讲一句讲，会当了解佛教的物，就是心经啦。大家拢知影心经。人讲这个心经内面已经甲佛教伊所有的思想拢核心的思想拢伫遐写出来。我心经我看几若解，读几若解，我发现讲，伊这个佛教的思想的核心内面，拢总咧讲苦难，甲苦难的对付，无就是听伫内面吼。但是圣经内面，咱若要用简单讲圣经上基本的精神，就佛教用心经吼来安尼甲简单讲起来，讲你也了解圣经，你就了解佛教的理论吼。圣经内面就讲3字嘅信望爱，信望听。所以圣经内面讲的是用听，咱的核心，咱重要的思想，咱重要的信仰的角度，就是听，听上帝，听人。耶稣要上天的时候讲，我给你一个新的诫命，你要听人亲像家己，你要听厝边亲像家己，这是听。所以人人生有苦难，圣经内面教示咱咧，保罗伫遮所要教，天马来讲，你来有这个信心，因为这个信心，你要得到所交托的，你能交托给上帝。有迄个听，你就能脱离这个苦难。但是你佛教，还是讲人间宗教所相信的，伊是讲你在放空，人免咱放空。所以真侪人讲打残疾，就是坐在头壳拢莫想，手机啊拢收起来，拢总莫想，假装世间无痛苦。拢都莫想都无代志啊！吼，啊是讲你著爱去山林去伫遐山顶修行30天，30天你可能会当解脱无即个苦难，了解人生的所在。有一个预言安尼讲，有一个人听讲深山顶悬啊，过来百公尺顶悬有一个得道的大师伫迄个所在。啊，伊感觉人生足侪问题，所以爬真侪山，过真侪海，一直去到迄个大师的面前，要甲请教讲。大师，人生的意义是啥？啊，迄大师讲，来，我来讲，我嘛唔知吼。
逃避，唔知影啥有苦难，唔知影有死，为什么有人到迄个所在？但是因为咱有罪，所以34章24节创世纪内面安尼讲，甲赶出去，赶出去，伫爱甸园路园的东边设一个基路伯，就是天使啊，用四面有血迹伫遐做掉咧。慢来讲，要保守生命树的道路，这句话真重要。生命树的道路表示有一条路伫遐，咱会当去。咱虽然赶出爱甸路园，但是上帝创造人有永远的活命，迄条路还搁伫迄个所在，只不过要保守那一条路。咱人若有罪，袂当去到迄个所在。所以因为罪，咱甲伊种隔开，所以咱毋是无永远的活命。啊，上帝是有疼，所以希望你倒转迄个永远的活命。所以伊伫遐要互你赐耶稣到世间，互咱拄咱的罪有一个瓦壳，咱拄起咱的罪，咱得咱转去到上帝的面前，伫遐有一个永远的活命。人会有永远的活命。上帝有疼，虽然咱即摆无伫遐，但是有一个道路要去生命路，即摆有天使转动火箭伫遐动咧。咱若拄罪，咱就人转去到遐。所以这是咱相信的基本两项代志。啊，你敢知影？这两项你相信的物，其实咱用真诚实的心来看，这两个你要信的物，拢是看袂到，拢是摸袂到，拢是想袂通的代志啊。希伯来书在1章第1节讲，什么叫做信？讲所仰望的代志会实底，是仰望的代志实底的事实，这是上帝的存在。佮第二句，看袂到的代志会确认，啊，你会当确信讲，迄个信伫迄个所在，一个是信的本体，一个是信的确信，所以两项代志加起来就是信。但是咱要来确信讲，咱有信心，因为咱来确信讲有这个信耶稣上帝是永远的活命的主，创造的主，伊有疼，要世间人拢会当得。安尼时阵，但是世间即个基地过程的苦难，也是死亡，这拢毋是苦难。咱毋免逃避这个苦难，咱毋免去避咱选的，咱来伫这个所在，咱来勇敢面对这个苦难，咱就会得救。但是，咱要安怎确信？咱有信心，要安怎确信你有这个信仰？我从少年常在问家己问家己讲。我明仔感觉是我有信心啊！我真正相信上帝。其实我年纪较大了，我想通啊。其实这个答案足简单呢。我安尼家己问讲，我甘愿，敢为着我的信仰来死。有一日，若有迄个需要，有一日咱这个所在出去，若是信基督徒，你讲我信上帝人，出去去互拍死，你敢敢承认你是基督徒？你敢不敢？我相信我今仔日问大家，包括我大家在内，拢讲我也敢。但是真正迄个死亡的来临的时候，你敢敢？民进党创动的早期嘛，有真侪这人，拢为着这伊真正要信的物，来伫遐牺牲伊的幸福，甚至家庭幸福，甚至家庭受人去迫害死去。当然，咱今仔日无要讲这个，不过咱要做定来讲，迄个信的力量伫迄个所在，迄个信的力量伫迄个所在。你若敢为着你的信徛出来，你若敢为你的信来见证，你的信才是真的。所以今仔日咱莫讲有死临到咱的时来考验咱的信仰。其实真简单，我过去也捌甲大家分享讲，共产主义上代性开始的时候，大家听到共产主义拢骂啊，安尼甚至政府都要抓起来关。但是共产主义因安那训练因的人，就是摕伊共产主义的团队去路口去分互大家。你敢不敢为着你的信仰，伫正人面前讲我就是共产党？你敢不敢牧师然后一塔的传单去门口头，唔免去到火车头底下同盟人来信耶稣，你敢不敢？咱敢捌做，咱敢爱做，咱敢有想要做？那有这个决心，那有这个信仰，伫迄个所在上，保罗甲提摩太讲，你就会穿脱迄个伫遐迄个苦难甲死亡的威胁。但是这个所在，迄个信。甲迄个土地苦难，甲日日的生活中间有一个结合，是圣经里真少讲的。圣经里有几个所来讲的勇气，比如讲，迄个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啊，伫迄个5个王联合起来要攻以色列人，所以伫迄个时阵，上帝甲讲，你唔免惊，你要刚强壮。
哦，伫迄个时候，咱是软弱，咱是足处于劣势，咱是有限的，咱是有罪，咱是有死的。这中间，你免啊，互这款人，大家拢足惊死的啊！啊，免啊，为着神来死。他认为，因为人就是要有勇气，所以神学理论提出讲存在的勇气。所以莫讲较死，迄个苦难伫迄个所在，你够有迄个勇气去成就迄个恶难。迄个苦难要成就苦难的能力，是爱勇气。来补足这个无共的所在，所以讲苦难，伊提出这个看法，面对死亡，你要搁要信，你就是有勇气。更较重要，伊将这个勇气的概念扩大到咱生命中的逐日的生活讲，你要活落去，其实你才有真大勇气，因为咱人的生活里面有真侪压力，咱伫遐无用这个勇敢无法度经过哦，死。苦难、恶灭，无人知。圣经内面讲，西罗亚楼伊遐倒咧18个人死。大家问耶稣讲，是毋是因犯罪？耶稣讲，你想因犯的罪比恁较大是无？你若无悔改，嘛会共款。所以伊无讲苦难的原因，伊讲苦难就是罪造成。所以你若无悔改，苦难拢伫身边。人要脱离罪。只有一项，就是要信耶稣，伫遐得救。人若无安尼无法度。花莲凤凰台风，报着伫18人死。我想迄18人可能嘛是有基督徒，可能前几分钟伊嘛毋知影死，这就是苦难，逐日都有发生。那有的是感觉讲，敢真正遐严重，敢真正有苦难？因为咱社会化了，咱有当时讲袂出嘴。咱上简单的看囡仔去上第一日。去注幼儿园读册时，我的孙查某囝去读册时，哇，去到好啊，妈总走出来要找妈妈呢吼。啊，妈妈讲妈妈，啊，算了，阮查某囝讲，你要勇敢，你要勇敢。所以囡仔去到学校，遇到有着迄个毋捌的环境，对伊来讲是足大的压力。咱人伫世界有着足侪咱毋知的代志，是啊，你得癌症，是啊，你骹无好。是啊，你心中爱造支架，咱伫无知的时候，是啊，你公司内面人升迁去，你偏偏就升袂到你。你有足侪可能，但是你大汉了呢，无人敢对你讲爱勇敢，敢对你足不足。你也毋敢去靠讲啊，我是啊个呢，毋敢讲，你也嘛妈妈可能无伫。不过其实我伫人生足侪过程嘛，真侪困难啦吼。但可能今仔日大家伫遮告白一下。我第一届伫Georgia Tech第一届博士班，我考过，我考无过。我心情足无足艰苦，啊，人生拢无。我4人6日就是要为着迄摕博士，啊，结果也拢无去，中断去，真苦难，真艰苦。逐日伫校园内面行来行去，行来行去，毋知要安办，毋知要安受安慰。迄个时阵，我有一个感觉，我妈妈嘛伫边仔讲，原谅啊，勇敢勇敢，可能会真受着鼓励也无得靠。我想，阮的孙查某囝，阮查某囝讲迄句哦，要勇敢勇敢。即款的信息，伫伊心内一项一项慢慢形成，所以渐渐伫社会里过日子上，渐渐一直勇敢起来。但是咱人到大汉了，咱无阁有即款很明显讲勇敢。但事实上，咱人所遇到的迄个挑战甲困难，绝对比去小学、咱要去幼稚园更较困难。但是咱从袂记得讲勇敢这样代志，从袂记得讲咱来靠啥物力量。咱面对无知、无常、苦难，咱得用这个代志来克服。大人的世界嘛是需要勇气，大人的世界需要勇气。我头路讲的，约书亚记第10章25节讲：恁唔通惊，你们不要惧怕，因为你们应当刚强壮胆。这是上帝对大人、对一个领袖、军队的领袖所讲的话，证明人同款。安尼勇敢，证明人有需要迄个安慰的力量来，要勇敢，这是一个安慰的力量。咱拢需要迄，但是因为咱人大汉了，咱无了解，我们袂记人生的真相，人生的真相，咱人就是有限制，咱人就是有罪，咱人就是会死，唯一的真理就是会死。咱人拢有时间、空间的有限，咱头壳无够好，记忆力、体力拢有限，咱的。看不清楚知觉能力也有限，抵抗力也差，免疫力也差啊！咱天生的能力也看人每一个人拢无共，拢真有限。你偌聪明，有人讲伊157的 IQ 嘛是会犯错啊！
外表无够因头，无够水，社会背景、家庭的财富，你迄个拢无共，甚至皮肤、肤色、种族拢无共，这就是咱的有限，这就是有限。我伫美国打去无偌久的时，有一届伫迄个超市排队要出来，头前一个黑人的查某，你切到白对我，这个客小甲迄个查某讲，看我的是毋是做伙算？伊甲看做嘛是黑人吼，因为我生得较黑啦，所以我真久长呢，拢去阮太太就讲是我是阮兜的黑奴，但是当这是关笑话啦。不过呢，真正这种族肤色，这是你无法克服的，这人的有限，就是伫遐。这个有限会产生真济，佮加上人的罪合起来，罪，你讲回烧，迄是人为的因素。不管哪想，你就是人为。人为为什么会有这种疏忽？就是罪造成的，这是罪造成。所以圣经内面，咱也袂记讲咱有罪，人有罪。我特别即个甲圣经内面讲到的罪吼，小可列一个，这都毋是法律有法律的罪啦，有伦理方面的罪，有人情方面的罪吼。加拉太书5章19节啊，我凊彩念一下吼。我感觉有记载，互大家知影讲，圣经内面有遮济罪。你想法你感觉每一日是毋是起码有咧一两项啊？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醉酒，提摩太酒就好。茫啉上济啊，因为对咱拢无利。骄傲、不孝、偷窃、说谎、作假见证啊，侵占、邪念、淫念、背叛、歧视、贪价啊，贪心、论断别人、自夸、贪财、自恋、咆哮。互咱第时有一个足人去咆，大家咧咆哮人，这拢是罪。你生活内面。上讲讲伊是无罪的人，罪就是阻挡咱甲上帝听结连的一个物。所以咱人爱真正面对咱人生的真相，咱就是有限的人，咱的身体是有限的，咱对抗咱脑力，咱天生的资质就是无共。然后人就是有罪的人，有限有罪，然后上严重的一定会死。什么人会当无死？无可能。咱毋通否认这，咱来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迄个诚实就是讲，你得用心灵，你得真心。但是重要，心灵与诚实人家有下，诚实的你要面对你自己。马太福音第5章17节有一段经文安尼讲是就说是，对就讲对，不是就说不是，唔对就讲唔对。那用这款的态度来军对耶稣。这款的态度是啥物态度？就是诚实对家己。咱人有罪，你就诚心有罪；咱人是有限，你就诚心有限。你无法通靠家己救家己，你无法度伫遐脱离罪。伊只有一个方法。所以，这个神学家保罗·田利克伊就提出来看讲：人死是一回事，但是活咧，你就需要勇气。若无勇气，活袂落。干那安尼日日活咧，你就需要足大勇气。我伫遮有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是真实的一个故事。我读初中的时，即摆人叫做国中啦吼。我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坐伫我的边啊，伊真早熟，真有文学的修养，真小文章。初中的时，我伫台南，伊就摕迄个作文比赛奖吼前台南市的第1名。但是真敏感，伊初中的时拢常在我讲人活有啥物意义逐日拢悠悠求求，我来变做个焦虑，看伊手拢会准安尼吼。不过伊尾啊嘛考入台南一中，算做讲人生的胜利组。但是过伊迄当有一日伊无来学校，尾啊去拜访伊家庭，发现讲伊啉木精。我迄届还知影啥物叫做木精？木精就是工业酒精甲醇。工业酒精啉落了呢，若无死，拢会青霉。所以伊无死，去用救起来变青霉。我去因兜甲看，迄个所在我去是台南的较东北边，迄丽林国校过去丽林国校，即摆毋知叫啥物区啊，改甲足无弄过袂使。我一去足清楚，因为铁板厝内面，我去甲看吼，伊撩我的手讲哦，一直哭，我问讲人活了有啥物意义？我敢袂使自杀？我自杀敢有毋对？为什么要救我？
初中高一学生，我对我印象足深，我个是袂记。我坦白甲大家讲，迄个是我尾啊决心要读心理的一个原因。我感觉我在真正伊的功课是伫个心灵、人生的意义、空虚，伊讲人生无意义，伫迄个所在。啊，事实上伊是敏感，但是我深一点讲，这就是咱人生的现实，这是咱人生的真相。只不过你无去敏感，只不过你可能是莫甲想，只不过你计阵无遐个代志，但是真正有。你若张老师电话，我较早读心理，张老师每一档差不多8、9万人敲电话入去，拢毋是讲我袂死，无就讲我足忧闷、足孤单，伫迄所足真有心理的问题，所以迄是我上要读心理的一个足大的原因。迄个时代，其实我是会当读医的，但是我第一志愿我选读心理的。每一个人拢戴一个假面具，实际上人生是有足大的压力，人生是足大的苦难，人生有足大的忧郁。但是咱每一日，咱假装无代志，咱假装伫咧遐。但是你捌看过有人爆冲无？翁仔某有一日先生爆冲，厝边隔壁有一日隔壁人爆冲，无当时，这个人本来是一个乖乖好好的囡仔，啊，现在开无用伊谈，迄心内压力伫咧，规个冲破出来。咱的人生，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诚实中你来面对家己，面对人生的事实就是安尼。我过去捌伫遮通来甲大家讲。我读心理了，我感觉讲一个生理会做阵哦，去一间房间吼，查甫人来哭哦，我知影，我查甫人心内足在压力，我唔敢哭，我细我讲查甫人较会使哭，但是我即摆看法改，我嘛会使互查甫人来哭，我发现查某人的压力嘛足大的哦，真正是每一个人拢有迄个心态，大家拢假装无代志，伫迄个所在，伫过迄个人生的日子，无共时代人无共的忧郁，古早时代可能对生命的无法度控制，也有死亡。中世纪是对罪甲罪与罚，上帝因为足敏感，所以迄阵就卖赎罪券啊，等等安尼吼，也是讲写出来的罪与罚，是红字啊，拢写即个人伫迄罪甲迄上帝因为中间伫遐咧交互挣扎。但是咱这个时代上大的就是人对人生的空虚，对人生的意义会无了解，会失去目标，会忧郁，会焦虑，伫迄所在。上重要是这项物，所以这是属于心灵的苦难，人拢有这个苦难啊。不过呢，这个苦难有当时是有对象的，比如讲你对破病有苦难啊，你有恐吓、会惊、会这样，迄叫做恐惧。啊，你对这款无对象的，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苦难？什么叫做人生的意义？什么叫做人生是空虚？这款无对象的，一款的忧郁，一款的欢乐，一款的惊吓。是无对象，有对象的惊吓，有对象的会害怕，真简单。你找医生，你有破病，让医师伫遮找医生来解决问题。哦，你身体歹，去美容嘛，去韩国走一撮。你散车，认真做代志，趁钱，啊，甚至讲较歹听的，犯一个小罪去趁我钱，拢会解决。啊，你若现在做无要紧。用其他的才华来暗藏这个事，所以你的不足，所以实际上只有对象的这个物较好解决，无对象的苦难，无对象的欢乐，为什么会痛苦轮到我？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你敢知影人生意义在哪里？我现在点一个人，你敢知影人生意义在哪里？你讲看嘛，你今仔日讲，你即摆讲，你若讲袂做，你破乱嘛你想，你小甲你压掉，你感觉无遐意思。实际上你也是敏感的人，你坐在遐甲想，我想要活咧。我活的目的是啥？一步一步行向死尔定，这一步一步行向死的头前、中间，各足侪可能。为什么我活咧？什么叫做勇气？勇气就是讲你一种惯态意，还是讲不顾怎样？我不顾这个苦难啊！我惯态有可能，我袂使个克服落吼，还是讲我不顾我的软弱啊！我虽然有软弱，但是我个。卖去想那就，我卖顾家己的自私的想法，吼，安尼去用大我的思维来想家己，这款是这款的力量。啊，人为了国家来牺牲，伊牺牲家己的生命，伊就是无看家己，啊，放无家己，迄款，迄个叫做勇气，啊，迄款叫做勇气。伫迄个道德经》第67章有讲哦，慈故能勇，讲慈爱，所以能够勇敢。慈母为了救小孩，她牺牲自己的生命，她牺牲自己的享受，她牺牲自己一切想要追求的东西，那种就是勇敢。
关键是什么？要牺牲自己，要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你自己的本性。迄个所在，你就有迄个勇气，你就有勇气吼。你敢知咱这世间真正咱活咧，你活咧本身就有勇气啊！你毋知悔改偌困难哦。太太这先妻这毋对，莫讲太太这先妻这毋对，要甲太太悔改真困难。我相信真侪先妻伫遐做毋对代志，伊嘛咧假无代志啊，也讲无讲，就表示默默的承认。要悔改、要忏悔是很困难的，饶恕更需要勇气啊！我即个我伫中年团体讲饶恕的道理，我尾了有一个姊妹来我讲，伊听到足差心嘛，讲伊一世人看伊的同事啊，那冤家安尼吼，足气伊啊，就记着来叫气啊吼，完全无人饶恕，60当都无人饶恕。饶恕一个人需要勇气，那个不能饶恕，你无要下面人迄个痛过你的心呢，不时在咧插你的心，但是免那有迄个能力去下面别人，你要勇气，控制家己的私欲嘛是要勇气。今仔真侪犯罪，就是人无能控制家己的私欲。免那会当控制家己的私欲，毋是讲甲苛刻，迄个人本身有勇气，克服伊家己本性所爱的物，啊，甲试落勇气。接受失败嘛要勇气，有人失败一个来就倒落去，爬袂起来，人生就去啊。你要甲别人无共嘛要勇气。坦白讲，我伫细汉时较无遐对真理、对信仰遐坚持的时，我其实伫中二、伫国中啊、伫初中、高中、中间，我无去否认我是基督徒，但是我都毋敢主动去讲我是信徒，我是基督徒。你甲咱无共是一大的压力呢。但是咱每一个人一定都有经过这个啦，因为咱台湾的社会有95%都毋是基督徒，所以你一定要经过这个，你有迄个勇气去面对，你甲人无共无？你有去勇气去面对讲，我是基督徒，我袂使贪污无？你有去勇气去面对讲，我是基督徒，我所爱对人慈祥无？我在包容无？我在忍耐无？我在忍耐无？你有迄个勇气安尼？看无家己无？你敢敢看无你家己？你感觉接受你敢愿意接受讲你压落家己的本性来，互别人得到平安，互别人得到喜乐，互这个世界更加快乐。谦卑非常需要勇气。我这世人啊，足敬重我的丈人，我的岳父，伊是足谦卑的人，足谦卑啊到吼，阮边仔人看袂过，不是去用求啊，阮叫做懦弱。但是谦卑真正需要勇气。迄阵刚开，伊实在足懦弱。伊到伊年老，到我年纪渐长，我讲啊，那才是真的勇气。你敢敢放下家己，忘掉你的自我，然后去忍受迄款代志，因为你知影有一个永远的，确实永远的，因为迄个永远互你有愿望，所以这个按永远的实在的存在，到这个愿望中间的过程就是疼，所以你会产生疼，所以你就有谦卑。谦卑的人是非常有勇气的，无谦卑拢免勇气。你非常简单，生活真简单哈。所以信用甲勇气无当分开。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伫提摩太1章、后书1章12节，伊讲吼，因为这个缘故我嘛受苦，但何般的圣经讲，我不以为耻。什么叫做不以为耻？就是讲，你让勇敢面对家己的软弱，勇敢面对家己的不足，勇敢面对你面对的苦难。看破莫台，你有了苦难，但你要不以为耻，就是讲你要勇敢去面对这个苦难，面对可能的死亡，面对这一切，所以你较袂去用压倒，较袂去绝望，较袂放弃，较袂忧闷，较袂迷失，较袂暴冲，较袂自私，较袂有仇恨。大卫战胜歌利亚，大卫伫遐面对歌利亚时，伊勇敢的去面对，表示讲，伊毋是刚才看到家己的劣势不足，伫遐的倒退，伊有勇敢，所以这个不以为耻就是勇敢的，你敢去不以为自己劣势为耻，伊就是勇敢。但以理，王讲大家人拢爱拜，伊毋愿甲王敬跪咧拜，伊的面对是法律官死。但是甘愿去接受，伊无人接受的苦难，伊去接受，这就是勇敢。路得
接受拿俄米的信仰，也婆婆的信仰，对于等于犹太国家，这是对一款陌生的信仰，他有接受的勇气。其他咱中间社会人，其实足侪人伫遐，嘛是经过足多挣扎了，开来信仰，因为过去是一个拜偶像的世界，过去是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大汉，也是讲迄个氛围，迄个庙内面大汉，伊有一日要来像罗德安尼接受信仰，对伊的婆婆接受这个信仰，这就是他勇气。我真钦佩真侪咱的信徒，有人真侪就是过去做当机，还是讲伫迄规家迄种信扑在迄个家庭下骹来接受信仰，这款人的勇气，真正是未死的勇气就足明显。罗德就是款勇气。耶稣受定，死就是假定。你敢知影耶稣受定的精神？伊是伫遐大力关死啦，关一直来讲，那你肯将这个杯离开我，表示安那面对死亡，甚至耶稣，伊嘛有受惊吓，但是伊有勇气克服。所以，这个勇气就是咱的信仰的根本。勇气就是咱生活所需要的物。咱兄弟姊妹，信上帝不是特效药，不是讲我洗礼了，我就从此天色常蓝，花香常漫。这不是特效药。来到教会，底下兄弟姊妹做伙，底下庆祝、十一奉献、各种传福音在线，这不是特效药。你不是吃这个特效药，你不是讲我是基督徒，这个药吃了，你就会脱离苦难。没有，信仰不是特效药。咱真正爱是讲，你的信仰的真正的信仰就是讲，他是上帝，他是全能，他是永生。然后因为他的永生，他不希望我们，他希望我们得到永生，所以咱袂使有罪啊，因为要拄罪，所以互咱有疼。上帝是这样，这两个上基本的，就是咱信仰的根本。信仰。是讲，咱基督徒唔是来说就是吃了特效药，唔是安尼。信心需要勇气。也问讲 ，in spite of， 不管啊，即使怎么样，我嘛未放弃这个信仰。哈巴谷书3章18节讲吼，虽然无花果树无发旺，葡萄树无结果子，橄榄树嘛无好的效力啦吼，蚕无出粮食。空中无羊啊，饼仔里面无牛。然而 ，in spite of this， 不管这个是怎么样，不管这个苦难，不管这个不顺，不管人生的这种劣势，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我嘛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因为我的上帝来喜乐。但是这个所在就是保罗田那个所讲出来，有这个苦难，你也是要信。按这个苦难要去到信，你也需要啥？哈巴谷书无甲人讲这点，伊跳过。世间有足多苦难无顺利，但是上帝要让你快乐。这个中间你可以相信上帝要快，你就是需要勇气。你的信仰，你的生活，你就需要勇气。这勇气要安怎得到？勇气真重要，真正拢伫迄个困苦、迫害、软弱的时阵，底下因为有这个勇气，坚持的信仰，最后的人生反转啊！比如讲摩西。伊足还蛮讲话，但是相信上帝有伊使命，所以上帝互伊足侪帮助，影响过来帮伊讲的，伊变做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上大，等于讲以色列民族独立的一个开族的这圣地。约瑟去互袂去，做奴隶关伫家里，但是伊有迄个勇气，伊知伊所信的，你带领伊，这个路爱经过这个苦难，迄个勇气互伊坚持迄个信仰，17当后伊做宰相。救国全部的民族，代表这个人不是犯罪呢，但是伊有勇气，代表上大的勇气，甲咱无共是假认罪，伊假认罪。圣经安尼写，其实伊认罪过程是全部人拢看会到呢。咱今仔日来做一个犯唔对，做一个无对代志，你安那假死嘛，要假装过拢无代志。你看政治人物，明明一个唔对，伊安那拗都要甲拗过去。咱人无要勇敢面对这个面相，造成家己最困扰压力，嘛造成社会不安。代表伊上大就是假认罪，伊为勇气去认罪。彼得3届无认主，做两者，但是伊勇敢去面对这个面，勇敢去接受改变伊家己。彼得是第一个啊，这个为主来牺牲的这个事主。所以这个勇气是真重要，是真正咱所信，甲咱生活中间。
苦难的经过，要安怎得到上帝听，念起来一项物就是这个勇气。所以咱唔通相信讲，唔通想讲，我若信，我的一切拢无问题。我若信自然无影，迄个苦难到你的时候，你无迄个勇气，你躲袂过。但是勇气唔是讲困切的无勇气，你得培养。这个勇气是爱一步一步来培养。罗马书第5章第40到第50，咱读足清楚。会经文讲哦，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warm忙，warm忙就袂见效，就不以为耻。所以不以为耻，依靠我相信上帝是真正那个拯救。所以这个要到不以为耻，这个足勇敢的迄过程，信心你足勇敢的接受这个信心的过程，圣经讲有过程，有学习，就是你要有患难，你慢要去刷练，你在伫这个苦难中去学习安怎忍耐，忍耐一步，互你的信心进一步。忍耐，搁进一步，互你的勇敢变足老练；搁进一步，互你的老练，互变成生出warm忙出来。所以，人信仰的勇气是一步一步培养的。所以，咱唔通离开教会，咱唔通要去山顶，咱唔通讲到厝里你做礼拜，看电视做礼拜。咱来教会，甲人互动，咱来凡事感恩，这就是培养勇气的第一步。因为你看到问题，所以你就感恩，所以你就感觉到迄个失败唔是问题，啊有勇气培养出来。你得凡事祷告。你来真正交托嘛？他都要保罗讲了，你要这个神让你能够交托，你来天天寻找，依靠上帝。所以教会的百姓不是嘛讲，你要天天灵修。灵修是什么？灵修不是讲互你自己变圣贤，啊，不是讲互你自己变牧师。灵修就是小步的前进，每一天一步的前进。你灵性成长，你信心勇气就增加。然后真重要，咱嘛咪去山顶，咪踮厝里讲家己的人生里，你要团契生活。你人甲人中间，人甲人做伙就是有挑战，人甲人做伙就是有误会，人甲人做伙就是有失败。咱在这个中间，和咱熟练的互动，底下得到进一步的操练，然后到最后，忍耐先老练，老练会先是warm忙出来。这warm忙就是讲，你要天天，你得变天天喜乐。你天天喜乐的时候，你就不至于羞。你逐个拢喜乐一下，你就无看到这个是艰苦是艰苦。你就当面对人的死亡，你就当接受苦难的一切。所以，保罗讲不以为耻，我袂用，这是勇敢。所以勇敢的勇气是爱一步一步爱操练爱学习。啊，这就是咱人生真重要的一件。所以时间已经到，约翰4章23节。约翰4章23节安尼讲，时候将到，不是时候将到，佮说来讲，如今就是了。时间要到，今麦就是真正拜拜的人，真正拜父的人，他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所以咱拢是信徒，咱拢是希望讲上帝底下是，咱知影咱所信的是啥物？迄个所信，伊要互咱有一日会当底下直直听，互咱伫世间会当。各经过苦难，你得用什么信仰？你用心灵，用诚实，你要认识人是什么，认识人的罪，所以你要一步一步培养你的信心。有一日上帝会使咱有勇气，互咱信用伫台，真正必得咱面对死亡，面对苦难。咱人一生苦喜，拢是要单独面对。我的人生的经验，你足艰苦的时，足多朋友来，迄是你同情你。你要孤独面对，你足快乐、足成功的时，足欢喜，大家来个容易，你真侪人是足嫉妒啊！所以人生足多代志，在孤单家己去面对。只有信仰是你唯一的依靠啊！这个信仰，伫几十年的人生时间内面，你来勇敢，你来一步一步培养你对信心的勇敢的接受。但这个关键，这个接受，这个勇敢的关键，第一。看无你家己，看无你家己，家己的本性压落，哦，家己的自私，家己的软弱，家己的利益，家己肉体欲望压落，画出圣贤的轨迹。什么是圣贤的轨迹？忍耐、喜乐、和平、忍耐。这几项拢唔是讲凊彩就会当做到。你若无足有勇气，你无当面对呢？哦，还有良善、温足、信心、温柔、节制。我伫遮分享过，这个我实在足想要教安尼做，但是哦，敢若记袂起来，所以我综合起来讲要慈祥啦，啊，说要每天过着让人家觉得你很慈祥这种日子啊。
你若放纵自己，每天都是仇恨、恼怒、咆哮、自私、口业，这其实不是勇敢，好像是肌肉男，其实不是勇敢，反而是一种懦弱。好，希伯来书10章35节讲，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我用台语读一解，所以恁唔通放下这勇敢的心。圣经里面就直接讲的勇敢的心，爱着纯洁的心，一定会得到大的赏赐。迄个大的赏赐，就是咱有一日死了，咱是进入生命的另外一部分，咱要伫遐甲永远的活命做伙。啊，咱要行到迄个以前，迄个永远的命的主宰，伊要有听，伫咱中间咱当对伊，哎呀，直接活过来度过咱人生的日子。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用你的形象创造阮。阮伫即个世间，一日活过一日，但是阮知有生有死，有病痛，这拢是你伫人间互阮的苦难。阮无要知这个苦难的原因，因为这是你的奥秘。但是阮求你，想使阮有勇气，会当坚信你的存在，坚信你对阮的疼，互阮伫世间会当安尼来经过，互阮伫世间会当每日快乐平安。阮来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是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587首，圣诗587首，我毋知明仔日会怎样，请大家起立。
是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书献的当工。天父上帝，感谢你疼痛世间的人，差派你的独生囝耶稣来到世间，互阮看到真光，伫黑暗中得到光芒。求你祝福，互教会的事工因为你的恩典更加兴旺，互软弱的人得到帮赞甲勇气，互忧伤的人得到安慰甲平安。今仔日，阮将奉献、恭敬放伫你的面前，这一切原本拢是你想事，愿你感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十月的时阵呢，应该有一个敬老礼金啊，因为咱咧做做咱的内面的关系啊，所以咱的延后到其他日吼，所以这个时阵咱要来赠送咱所有65岁以上咱的长辈吼敬老礼金吼叫礼券吼，所以咱请中级吼来到头前这个所在吼，咱来帮忙来发这个敬老的礼金啊，伫咧发的中间呢有时间的关系，咱咧发。在敬老礼金时，详细来报告。来，请调集来到头前吼，来协助我们发放啊！你若65岁吼，请你举手哈，个楼顶嘛有。65岁就有啊呀。后来65岁以上，兄弟举手，举手，好在领袖的时阵，通欢喜我嘛直接来报告。来，咱第一个吼，咱真感。你甲你的家族内面，好来，咱今仔日是开始
2堂礼拜伫咱即个8楼的主堂，所以咱的时间是9点到10点半，来台语是10点45到结束的时间，有时可能会超过12点啦吼，希望大家会当来配合即个礼拜时间的调整。来，咱顶悬即款的，包括咱的灯光，甲咱即个乐器，即个以后2个讲台的摆设，即款的，如果兄弟你有好的建议，会当来甲牧师团队来反映，咱会当渐渐伫个调整的中间，来变做大家拢会当真意爱的所在，吼。来第4个就是后一个拜六，咱伫7楼要召开2026年暑假的研讨会，有定是早起9点半到下晡的2点半，请全体新旧任的长职甲事工的团队的首长会当拨时间来出席。长职事工的组织会编写，迄个长职爱事工组吼，爱编写2026年事工的计划吼，这伫12月7日内底来做报告。2026年长职的事工组编写是，你伫2025年就是今年内底事工的报告，这要编辑做定期会员合会的手册使用。这较重要的事，希望咱大家会当来配合，特别是每一组所管辖的团队的首长，希望每一组拢会当组长拢会当来通知，譬如讲礼拜组通知生活队的队长，甲敬拜团的团长，其他迄个儿少组还是迄团契发展组，这拢爱。组长拢爱负责来通知你，迄个所管辖的团队的首长，会当伫12月7日一定爱参与到这个事工的研讨会。多谢大家。咱煞接来看第4点。第4点报告了啦，第5点。12月初4，就是拜四永暗，咱有逐个月一遍的祈祷会，欢迎大家来参加。第6点，美必谷伫12月14日会举办一个 special 美必谷，啥物叫做 special？special 就是足特别的，到底偌特别？欢迎大家跟林金熙长老联络哈。好，第7点，8楼的整修工程已经完工，感谢上帝。也请大家继续为着咱的建设专款来支出的奉献。第8点，临时好会，咱有选到2个长老甲4个执事，感谢俄罗主。第9点，第8期的幸福小组，今仔日下晡嘛有活动，欢迎大家参加。第10点，文图培育组有推荐一个课程，迄个课程的名叫做青少年亲密关系甲情感的教育，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毋知有啥物人要搁补充报告的无？若无，咱来唱尾变诗，圣诗第400首，圣诗400首，唱圣诗了后，请牧师来祝祷，请大家起立。阿
真顺利的整修，我会当伫这个所在来享受会堂所带来真好的一个礼拜。主啊，上界重要就是你伫阮的中间，你的荣耀充满伫你的会堂。主啊，你甲阮三甲同在，当阮敬拜的时阵，用阮的耳朵、阮的敬拜为你为类伫你的宝座中间，愿你得到荣耀伫你的百姓内面，因为这是你的圣殿，阮就是你的圣殿。愿主耶稣基督恩典，伊被上帝的疼探，圣神的相通充满，到愿正人三甲地地，甲高峰教会三甲地地，对大到永世代无尽。阿门。